陈财宝，财宝姐姐演唱的第一歌曲。事到如今属狗，如今上来那我先过来哦。谢谢大家，午安。午安。好。财宝姐，我们以最快速度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财宝姐身上这件是独一无二的，对，好，是我们公司的石墨烯披肩做的，2个披肩缝成一件衣服，全身保暖暖的，好舒服哦，真是厉害！摸一下，偷摸。啊，谢谢财宝姐，我们等一下进广告，跟我们进广告，好不好？来呀，爸爸妈妈，你会不会觉得冷啊？我们来假姐羞羞好不好？等一下冠军跟大家介绍的是熊后夹。熊会和底下哦，直接做好，你就直接隔水加热，或者你要加汤，当做汤可以